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港街，我下面詹伟明来关心到咱讲顶礼拜高雄这场大火吼，地区盐埕区城中城大楼46死，41个受伤吼，这是咱讲高雄市史上上界严重的一摆火警意外。另外过去咱讲到全台湾史上上界严重的是咱讲台中的这个 Welcome 餐厅大火啦。即阵高雄吼，这个城中城史上是排全台湾第2啦吼，这个火嘛烧出着真济公安的这个问题。另外咱嘛讲到吼，这个因为发生吼伫咧饭店过吼，内底100外户这个住户，济拢走袂赴吼。咱嘛讲到四城伫遮这个住户拢是环境哦，经济上真正介无好的这时代啦吼。另外咱讲到吼，济拢住伫遮，这栋大楼咱讲吼，过去伊真正是繁华过，但是即阵较稀微啊。济咱讲吼，过去已经留存的这个问题，年久月深以来拢无处理，检视着讲这栋大楼吼，伊是这个大甲这个商业复合式的这个大楼，咱嘛讲到过去吼，高雄市咱讲有就地合法啦吼，面积内底吼，若是无这个超过500吼平方公尺吼，毋免办理着这个变更。虽然讲吼，这个大的这个部分吼，是过去这个商办然后来去改过啦吼。另外，咱嘛讲到中央法规嘛写着讲，因为这个大楼无超过这16楼啦吼，免进行着这个公安的这个申报。另外，咱讲到城中城内底吼嘛无完整的，咱讲管理委员会这款的这个制度啦吼。城中城咱讲吼，经过这场大火啦吼，会变作是这个危险的大楼，结果是毋是安全吼？其实吼，咱嘛有真大这个疑虑啦吼，是毋是爱登记咧？若是讲吼，依照高雄市的这住地条例来讲吼，若是讲这个所有权人100%同意吼来处理掉这个危险的这个大楼吼，爱100%的同意。但是若是做都市更新吼，5城是优先来去处理啦吼。另外可能是会惊上咱讲的专案来拆除啦吼。另外，咱们讲吼，行政院即阵嘛已经补破网啦吼，4大处理方向是行政院苏贞昌院长提出来吼，伊讲爱专门稽查到这个旧的复合式的建筑，伊的公安甲消防啦。另外，针对着咱看到主体内底弱势这个民众，嘛爱启动咱讲关怀甲照护的这个部分。另外咧，这个管理委员会这个部分哦，爱嘛爱紧来做一寡这个修法。另外，爱评估着啥物复杂建筑物啦吼，优先来纳入去公办都市更新的这个范围内底吼。所以咱看到讲，望这个遗憾的代志，莫过来发生吼。当今卖市长伊是讲啥，绝对袂来卸责任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这个内政部吼，其实头壳嘛咧摸咧烧啦吼，因为咱讲全台湾所有这款老的旧的吼建筑物，真正咱讲全台湾吼超过咱讲这个比例吼有够悬的悬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关心。现在邀请所有来宾，第一咱们邀请高雄市消防设备署工会理事长陈丽英，理事长你好。大家好，我是对高雄来的高雄市消防设备署工会理事长陈丽英。感谢。第二位咱们邀请德林科技大学不动产经营系兼任副教授，咱来邀请林梦坚教授，你好。主持人咱两位理事长也甲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吼，咱第三位咱们邀请台北市土木建筑学会理事长吴烈。主持人好，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理事长。再来透过连线，咱们连线民进党吼，伫咧高雄市的在地议员李娇如，议员你好。喂。议员你有听无？大家好。OK， 好。咱感谢议员吼，首先咱要来带大家看讲吼，这回这场大火吼，其实引发着济讨论吼。咱嘛讲到都市更新内底有啥物遮尔困难？咱讲吼，100个都市更新内底有1000个这个疑难杂症啦吼。先来看讲，即阵咱立法院安怎来面对这个问题？高雄城中城的大火带走46条人命，嘛带出老旧建筑物公共安全的问题。早起前往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专题报告的内政部长徐国勇指出，会要求地方政府1个月内清查老旧建筑物，3个月内完成老旧混合用途建筑物的公安甲消防全面稽查。佮指出，这款危险老大楼，湘北也有10多栋。台北市应该有10多栋，新北市也应该是这个数目的左右了，那我想台中也会有。甚至其他的县市，虽然它不是6都，但是其他的县市早发展的这一些城市地区也会有。那这个数量就是我们优先要来处理的。徐国勇进一步表示，为城中城的事件，会当看出台湾都市发展愈早，产生的老旧大楼的问题就愈多。无论是法规方面爱检讨，制度甲管理方面嘛爱有相关的规范。
今若要防止悲剧搁再发生，内政部是研议要修正公寓管理条例，要强制这款混合用途的老大楼成立管委会，煞互人质疑无法度解决一切。管理委员会成立当然不是万灵丹，但是它至少是我们在消防、公安、公共区域的安全等等，让它产生强制力的第一步。我举个例子，有人不交管理费，如果你有管理委员会成立的话，你就可以请求法院来强制执行。那未来这些没有成立管理委员会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一边是强制要成立，另一方面也会加以纳入到相关的法则，也希望呢这些管委会所有权人呢，不要规避法令的责任。最近这几年，消防署咧推广徛家安装火灾警报器，目前已经有安装到8成。不过宪法保障个人的财产，无法度强制私人的徛家全面安装，所以要安怎加强宣导，让民众有防灾的意识，嘛是真重要。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讲到吼，这个火啦吼，真正是烧到咱全台湾吼，这个老厝顶面来去做一届这个检视吼。但是咱讲到，干那这栋大楼就好啦吼，已经经历着安尼款的这个火烧啦吼，结果到底影响啥物咧？咱先来请教吴理事长啦吼。咱讲这栋大楼已经真做是这个危险的大楼吼，结果上有啥物疑虑无？这栋大楼对清朝使用这条已经超过40年。差不多一个人的年岁吼，差不多80岁以上啊啦吼，已经是真老吼，咱叫做危险老旧的建筑物。这第一点吼。现在这老年纪大，伊危险呢，因为早期咱的设计吼，咱的耐震地动来迄个耐震能力，甲即马比较起来拢。即马差不多过去的2倍外3倍啦，耐震吼，地动的抵抗地动的迄个能力吼，耐震能力。那么这栋大楼这回雪上加霜吼，伊本来就已经就足老的啦吼，啊，佮拄到这个大火，大家知影讲这个火灾啊，甲1000度，像嘛800度，甚至1200度，的这个温度吼。即届烧都去烧伫1楼2楼，若讲烧伫顶悬面还好，顶悬面一几层吼，拆条卖大，因为地动来的时阵，地动来摇落去吼，1楼的迄个条啊，爱去抵抗，爱去抵抗到即个地动的力量。所以我即摆上烦恼讲，咱高雄市长甲即个案吼，交土木技术工会，结果技术工会、建筑师工会3个工会去鉴定啦吼。我希望这个鉴定的技术爱小想看觅，这么悬的温度，咱的铁啊、甲蓝仔孔受这么悬的温度烧过了后，伊的内部的成分啊，规个拢已经改变过。这个第即摆讲。甲鉴定出来讲，哦，搁落去补强，搁落去用铁板，用什么方式吼？我认为啊，迄种不切实际啦，吼。所以咱就要摆在我们眼前的有2个议题啊。第一就讲，城中城这个案，我希望看到咱市迈市长吼提出魄力，你有法无？有，建筑法第81条。唔免用围绕条例啦，迄个条例爱100拍的自我签哦，迄是足难的啦。啊，恁拄仔咧讲什么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对这个案哦，缓不济急。管理委员会是便于管理，这个案无需要围绕条例，嘛无需要管理委员会。我今日公开呼吁市长用81条，81条建筑法81条是安怎讲呢？那有公共安全顾虑的建筑物，什么叫公共安全有问题？就是你即摆交迄3个工会，伊3个工会鉴定出来，经过这么悬的温度烧过了后，危险地动来真容易倒。比如讲咱4级、5级的地动，伊就倒啊，莫讲5级以上、6级的地动。那么会当这个技术工会甲你出这个报告，这个技术签名签证，市政府。用经过专家委员会，像咱这个高端的疫苗，用医务用委员会审查通过了，用81条啊，会当强制拆除，
强制拆除啦。对，就是讲市长下令落去，是，因为有公共危险的问题啦，所以内底有一寡人无爱走，无爱签，无要紧，警察驱离。哦，这是我感觉伫这个时间哈，莫讲民气可用啦，就讲咱政务官、咱市长、首长哦，即阵爱做。咱该做，即阵莫对遐咧讲什么管理委员会，迄拢对即个代志拢无帮忙。无帮忙吼，但是咱嘛有讲到一点吼，因为即栋大楼伊的即个咱讲，即个火警啦吼，咱讲吼全台湾的人吼，有一解即个警示的一个作用伫吼。咱嘛看到讲今仔日即个内政部嘛讲到，危险的建筑物爱随来启动防护啦吼，嘛是讲到咱拄则讲的有公安义务的即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内政部其实伫2011年吼，公司哈是讲即个部分，咱嘛有建筑物吼，即个变更使用执照这办法吼，所以内底看到讲，即种这个复合式的这个大楼内底，其实问题真济啦吼。啊，到底复合式的这个大楼有变更无变更？啊，针对着即款的这个意外，到底伊的这个杀害的这个杀伤力有偌大咧？我拄也讲过哦，40年的建筑物吼，莫讲地动容易倒，啊，佫就会火烧过。我讲咱讲，定定咱看到过去的。火灾啦，拢是电线走火哦。迄个因为遐个光线已经足久诶，若即马过去诶人吼，用迄个电器诶数量较少嘛，即马都着要开迄个烧气啦，也要用各种诶电器用品，所以咱诶用量。用电的量非常的济啦，吼，拢一直提高。但即栋40年的这个建筑物啦，吼，伊内底这光线，我足担心，即个是有人纵火啦，若无不当时啊，电线走火，伊嘛随时会烧开。所以这个危险老少哦，你讲商业用途也好，一般的主题也好，同款，这个问题因为时代咧进步，大家拢咧享受嘛。迄个热人要开冷气，啊无搁装一台、装2台、装3台冷气。是。啊，冬天较寒咧，大家拢要吹烧气。啊，厝的各种的电器用品，这个量啦吼，只是增加未减少。OK。所以这个是当然啦，是这个案啦吼，我感觉爱专案来去处理吼。OK。爱专案，即阵就看行政院当然甲你支持啦吼。即阵看市长啊，你爱提出魄力。是，有影啦吼，咱嘛讲着吼，因为即栋大楼是即个大甲即个伤啦吼，咱看到讲，伫咧2011年的即个时阵有做一寡即个变更啦吼。啊，另外咧，咱嘛讲着吼，即回若毋是即个认为吼有人放火即个部分，头拄啊，咱讲理事长嘛讲着，可能因为40栋的即个关系，内底吼即个咱讲电线好啦，可能嘛会烧拍电啊，内底已经真危险的即个部分啦吼。另外，咱嘛看到，因为即回即个大火即个事件吼，咱嘛看到讲今仔日伫咧高雄市吼，嘛有另外拆除的即个方案伫咧吼，先做我来看。换句话说。有这个烟囱效应的时候，这个就很容易起火燃烧。公务局人员摕铁胶将插壁胶歹，准备将壁拆落来，因为这道木造的架帮除了老烧起来，倒架开走廊甲楼梯，影响逃生。高雄这3天基查34栋30栋以上无管委会的复合式旧大楼，其中23栋逃生通道受到影响，可能有危险。市府准备伫10天内依法强制清除。它施设的一些隔间。换句话说，影响到逃生动线的这个顺畅的，在这一次是主要要排除、要辅导的项目。城中城大火引出旧大楼无管委会造成的管理问题，市府这几天介入改善，18号安排工作人员要将大楼内底挡着安全梯也是逃生通道的物件，还有熟悉的门全部清除，确保消防的安全。但嘛引发为何拖到即马才做的质疑。郭添贵表示会成立行政调查小组来调查，但伊嘛表示问题根本也是伫咧大楼的管理，呼吁中央赶紧修法。逃生避难的设备啊，或者是消防这个设施等等啊，这些都要有管委会来执行，才能够贯彻落实哈。所以我们一方面也当然希望说，在管委会的部分，未来中央能够强制修法。工作人员无用将地下室的废弃建材清走。高雄透早执行的7栋大楼，有部分已经是半废弃的模样。但伊嘛表示，当地研究以驻地条例的方式，加强旧大楼的行政管理，嘛会拜托议会支持，加速完成修法。记者陈环武、柯正准、民交馆高雄报道。
是啦，咱看到讲吼，市府即阵是大动作吼，咧拆除一寡咱讲有公安疑虑的吼，即款大楼内底楼梯吼，即个空间等等啊，是讲阻挡着咱讲道省的即个道路走廊等等吼。即阵咱要来连线高雄市议员吼，交入议员吼，因为咱嘛是盐埕区的即个在地议员。其实咱看到讲吼。住伫遮真正是中低收入户的即个住民吼，但是长期以来，咱嘛看到讲有大伤真正是无方便，遮住伫遮，咱讲疾病嘛真俗啦吼，所以咱看到即个收入较无好环境较歹的人拢住伫遮，但是即个火嘛烧出着未来咱爱去好好啊运用一个做法吼。先来请议员安怎看讲遮即个住民即个部分，未来因即阵安搭了好啊毋好？来请议员。这间这城中城这个建物吼，已经是40年的建物啦。虽然当时繁华，但是因为时代的变迁，这个建筑物伫迄个民国70年的时阵的建筑法，是甲即马建筑法无共款的。所以当时这个王永文市长的时代，伊甲协准这种的住商混合式的这种建筑物吼，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演变吼。所以，地属讲，这栋大楼因为无咧继续这个做商业的行为了后，盐埕埔因为商圈的变化，所以就没落。但是没落了后遮的住户大家有的拢随人咧计经，嘛有随人咧计经租人。但是这租人的当中，伊的这个房仔呢，是易人有的。所以今仔日遮尔严重吼。是甲伊即个计经嘛，是感觉有关系啦吼。是。然后这栋即个城中城楼啊，伫民国70年的时阵，伊无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咧甲管理。所以咧，伊即马无强制法讲一定爱伊个成立迄个管理委员会，所以这栋楼啊一直拢无管理委员会咧管理，就是无人管理的大楼。地属讲即个计经的即个税金哦，差不多9批到10批尔吼。要拢总几啊十间吼，78间对100外人咧住吼，所以你表示讲，这种是真狭隘的一个室内空间吼。是。我的助理是捌入去吼，入去迄巷仔是足细间的，一间一间价吼，甚至有的所有权人呢，无伫国内，嘛伫国外。我曾经嘛为着这2栋大楼吼，10当前，我认为讲这是袂当住啊，所以我有召开2次的都跟这个重建说明会，希望地主、厝主遮大的所有权人会当来，我会当协助伊，会当甲重建改变，或者好的生活，嘛是较安全。结果我开2场拢失败啦吼。拢失败。那失败在过程当中真遗憾啦吼。当时若成功，今仔日的这个悲剧就可能会发生。然后再搁较查出来讲，原来所有权人的土地地主。甲厝壳的所有权是无共人的，所以你看，我尔复杂。不过这栋大楼无人管理，游民嘛拢总入去。是。所以有的厝主足久啊吼，拢倒来看讲我这个阿帕度吼，到底是安怎？是。伊倒来时阵，伊门是反锁，又感觉奇怪，我门哪有反锁？叫人拍开时阵，竟然是别人伫遐占咧住。是。所以你看，遮尔复杂无管理的这个大楼吼。所以造成今仔这种的现象吼，当然伫建筑法规内底有不足的所在吼。中央的法令无法度，这个时阵呢，地方政府会当强制甲拆掉盖入，因为这是私有财啦，个人的财产。是。所以阮是建议讲这件代志非常遗憾的发生。那目前呢，这个全台湾嘛真侪这种大楼。毋茫讲城中城这个事件会当互咱全台湾的社会引起这个关心甲注目，嘛拜托中央的立法委员吼，较认真审法案的吼，拜托毋通食饱拢消费我的城中城这件火灾案，认真修法案，今仔就是你中央的法案，你中央法令不足，则地属这个地方的政府无法度强制执行去拆除这栋楼啊。所以期待讲这件案的发生了后，立法委员认真的修法。让我们的地方政府会当赶紧来解决这间城中城老旧的这大
大楼危险的这个建筑物。是，但是咱嘛讲到吼，若是要等这个中央规个甲这个法处理好了，再来个处理这栋大楼，可能会较慢吼。咱嘛讲到即阵吼，你感觉市府上届爱做的吼，除了是咱头拄也看到讲拆除其他的这个大楼吼，针对即户的吼人家啦吼，也佫有其他的人吼，譬如讲，咱看到讲要带交病房，还是讲未来鉴定了后，这住户要安怎好去好种好种啊吼，这个部分佫建议互咱的这市府咯。来，议员。今仔日这个市政府社会局已经有宣布吼，市政府社会局已经开始咧作业，互咱遮的这个住户吼，如果过身咧，伊有这个过身的救济办法吼，有互因的家属一寡慰问金嘛，过来甲遮住伫遐的人，目前市长也甲安置伫阮盐埕堡一个旅馆。是。另外就讲所有权这个部分，我是较建议市长吼，会当因为足复杂的啦，伊即摆这个大楼内底拢有咧相顾吼，产权啦、权利啦、使用权啦，甲实际权利的人拢有咧相顾。那我是要建议讲，市长会当甲遐个受伤的吼，甲安置好势，吼医疗费甲处理好势。是。这个无受伤的，即摆无所在通住的，甲安置好势。过身的家属啊，甲慰问好势。另外，剩的我感觉，要建议这个市政府哦，爱调查清楚，到底这个产权的过程是什么人的，哦，再来讲处理后续的工作啦。无这即摆内底是资料足复杂，过来实际大甲这个所有权的人对咧好势。有影啦吼，虽然看到讲吼，其实难度也真悬吼，但是市府吼，我讲市府即阵爱紧甲遮个这个责任，也是讲吼所有权紧来厘清啦吼，才有法度吼后尾这个进行。另外，咱嘛讲到吼，这个盐埕区这个城中城大楼，头拄仔咱讲吼，过去是这个百货公司，真正是繁华过啦吼，但是虚伪了后，咱讲侪问题都拢产生出来吼。即阵咱们要怎讲，以过去繁华的这个背景，先做来看。这栋大楼外口的窗仔门是烧甲乌乌，嘛破糊糊。高雄盐埕区的城中城大楼，伫1981年合法使用的执照，尚未到过40年了后，却伫14半暝一场火下，全规个乌有去，造成细汉伫当地大汉的住户心情是真复杂。真好个，平面远啦，楼下遮拢有咧卖物件，安尼啦，拢车路面嘛，迄阵迄个。30多年前的盐埕区是高雄上界繁华、上界闹热的行政区，正做住商混合大楼的城中城大楼。迄当阵是介请赢，因为为地下1楼到4楼，5层楼内底有商场甲歌厅，5楼甲6楼是电影院，生理是请甲抓袂牢。也若衰微了后的城中城大楼，因为7楼以上的厝大部分拢是细间套房，厝租俗，所以有真侪弱势民众或者是济岁人来遮睡厝。得病咧，热情咧烧炭，阮们铁门关开的时吼，人咧同接，安那？是治安无好啊？嘿，即摆加足好诶。很久了，它这里是以前也烧过，现在这又再烧了。城中城大楼迄颗厉害的衰败，为1989年高雄地下街大火开始，到1999年城中城大楼嘛发生火灾，了后这栋大楼就愈来愈少人行搭。因为公共设施甲空间真旧啊，而且物件顶较贵的，地主灾害来时阵可能走袂离，所以城中城大楼这几年有做自救会，想要来改善大的环境，想袂到佫一届拄到大火，对遮的住户来讲是真大打击。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讲吼，高雄市府吼过去嘛，毋是无来遮吼检查来去做一寡这个检查吼，但是咱看来讲吼。来到1楼吼，过去伫咧遮的时阵吼，可能都无法度去你到这个2楼、3楼、4楼去哩吼，拢无法度去哩。所以咧，安全检查、消防检查，拢总吼，敢若大公告讲我来过吼，但是恁遮无法度开门，我就拢话停吼。但是这嘛出真侪问题啦。有人讲，为什么咱这强制啦无法度入去咧？因为咱头段嘛讲到，所有权人伤过头复杂啦吼。所以面对着这款的这个消防检查、消防安全吼，这个部分无法度落实的这个部分，咱先来请教理事长吼。要安怎解决咧？在即个即道的即个
事件之前其实在最近的10月12咱的2大队就捌去遐打过公告，然后要求要去甲检查。可是伊的1楼甲2楼的之间伊拢有打伊的铁根门，然后是有门禁的，他们楼上的住户是有门禁。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咱先讲消防法来，消防的法规内底第6条内底，咱就是讲住户甲管理委员，应该爱尽到维护跟设置消防安全设备的这个权利，他们有义务去做设置消防设备跟维护的权利。那第9条的部分才有提到说，管理权人还是管委会应该要委托专职人员来申报。那咱是被动的，阮专职人员是属于被动的。是。你管理委员会，你来委托我帮你做你消防的检查。好，那时间到，咱就来给你检查。是。那检查完之后，我们会做一本消防的申报书。那申报书我们就会帮他送去大队列管。那大队他收到我们的申报书之后呢，他才会排时间出来复查，而且我们目前的复查率是100%。OK。每一个案子他们都会出来复查。是。好，那。这个是一般通案。那在消防法35条的部分，就是好管理权人他没有尽到维护，然后来自火灾，有人烧死去啊，烧死伫内底的时阵，他最高是要罚刑法要7年。7档啦。7档。啊，46条性命呢？安尼的没有啦，没有乘以10，嘛无成46啦。好，那就是他目前以消防法是上管7档，来还有一个那个现金的部分就是罚款的部分也要最高到500万。好，那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城中城这个老旧建筑物呢，可惜的，它就是因为它没有成立管理委员会。但是有真侪住户讲，因有这个写这个咱讲3连单啦但是伊的这个管理委员会，结果是一个咱讲代管的这个部分，嘛不是真正港的这个委员会。对，这个部分呢，我知道他们里面有一个称自己是总干事的啦。那他是每个月收500块的管理费。那他这个管理费是用在什么地方？就是电梯的维修，那公共用电，还有一些公共水的部分，就是水电还是电梯的维修的部分。是所以咱的消防队，比如讲咱迄个罚单写的，要求这个总干事给咱签名的时阵，伊不爱签。OK。他不签，因为他说伊无在律法上他也没有，他们不是真正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去立法的，是一个场所。那他一抓头抓尾嘛，拢无伊的名，伊签这个名，伊嘛无代表讲伊要负这个责任啦。说实在也是这样。那大队的话，他在这几年里面是去了很多次，过来盖 baby 去拢无法躲 baby。再来就是消防队员，他并不是警察人员，他没有警察权，他没办法强制进入。就像我们看《火神的眼泪》这部电影的时候，里面有人伤亡了，他们也不敢破门而入，一定要等你当警察还是检察官来，无你这下你讲走入去，结果内底是好好，这时候又有另外一种舆论出来了，你们已经扩大你们的权利了，那是不是也应该来修法？消防人员是不是应该适当的给予他们警察权 ？OK， 然后可以豁免刑责或者是民事的责任。因为就我知影，阮消防队嘛定咧赔钱，因讲破坏人迄民众的厝，还是一寡采光照，嘛是后壁爱去坑钱来讲赔。我觉得这是很不合理的啦，不是讲阮咧替消防队员讲话，他们是真正辛苦啦。有影。对，然后我们就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过去的条文，那我这边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是不是未来应该要修法？以前是咱甲讲规个大楼然后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一个真正老旧没有管理委员会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修成说，房屋所有权人你就是当然的管理人员？对，那你导致火灾你不去维护，有火灾发生的时候。你这个房屋所有权人就是应当要负责任啊！所以安尼看，这栋大楼的所有权人是介济，足济人是，所以伊拢有负这责任，爱带这责任这部分。对对对。OK， 所以未来这个修法，然后是讲
你的这个社区也是大楼内底无这个委员会话。家己就是爱负这个责任啦吼。另外，咱继续吼，这个管理委员会这问题来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啦吼。头拄啊，咱嘛讲到纳500块啊，结果是纳互这个总干事啦吼。所以有个人讲，我都纳啊，有管理费啊，哪讲我无啦吼。所以咱看到新闻是安尼写啦吼。但是头拄啊嘛讲到，伊的这个委员会毋是正式透过这个条例来去产生的吼。所以这个问题，头拄啊，咱讲理事长嘛吼，互咱一个呼吁。若是咱无委员会，大家人。所有权人，你都有必要，你都有这个义务来去承担所有这资源，安尼会有理吧？我甲阿扁主持人报告哈，还有陈理事长哈，咱即马吼都有法律啦，是，咱的建筑法77条吼，都规定讲，咱的所有建筑物的所有权人，啊，甲这个使用人，啊，伊爱负责对伊的建筑物爱做。第一爱合法使用，是；第二爱维护伊的构造的安全。哦，这已经是都市计划，那迄个建筑法本身有明文规定。是。哦啊，所以讲，拄啊，迄个伊咧理事长话你讲，假使若是有无安全，不安全的责任本来就是所有厝主本身都爱负责，所以这个代志法律已经有规定，这个是，个讲这个管理委员会哈，管理委员会世界各国吼，拢无强制讲一定爱成立，伊就讲以咱目前的条例来28条，公务法的28条嘛规定讲，你爱成立委员会，或者是叫指定一个叫做管理负责人，这两个拢是现部新公务新大楼。那么都应该要做，但是咱即马看这个画面内底，敢有拢大家拢成立新的哦，新的因为民国84年6月2日立这个公务法，啊到90年的12月30日，搁修正，修正了后，92年修正了后，才开始规定讲，我要互你公共基金，你一定要成立管理委员会，啊如果我你若无成立管理委员会，也是管理负责人，我的公用基金甲伊加你公库 ，OK， 加你公库。那么在更早之前，公用基金迄个代志吼，无甲这个管委会挂钩，所以民国84年甲这个92年这个中间，嘛无一定有成立管理委员会。OK， 何况咱伫个。搁较早哦，都这个公务法以前就是民国84年以前的这一部分吼，实在是这厝第一产权复杂，户数多啊，伊的管理本来伊的松散，那本来伊的法规吼，伊的符合现在的法规，其实不管刚刚理事长讲这个消防。的标准跟监管的标准都不太一样，而且较早以前就是真侪违规嘛，咱看这个城中城这个代志的违规是有哪非常多，比如讲伊的价经无符合消防的规定，啊，伊的室内装修，室内装修，伊即马市政府伫讲这不适用。主体无适用这个公共安全申报啊，甲室内装修许可，这规定是无啊。但是呢，咱咧想吼，伊这内底真侪厝拢是出租 ，OK， 真侪出租啊，真侪出租的时阵，这出租的迄个房东，伊出租的时阵超过6间，超过6间的时阵，那么这个营建署有规定，这个也叫公众建筑 ，OK， 那这都是爱适用这个室内装修的规定。其实有很多是不合规定的。虽然伊是大，但是伊个出租6间以上啦吼。所以讲，咱即马回过头讲，院长啊，你讲，部长啊，你讲爱强制，还有奇迈市长嘛，你讲爱强制设管委会。第一，我咧想，你设管委会。他不运作，你也没有办法。是啊，第二个，你设管委会，你公权力不配合，这嘛不好。第三，设管委会要有比较诱因给他。OK， 你若无诱因给他，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虚功。那所以我是很具体的建议，市府还有我们营建署、内政部这边应该搭配，对不对？鼓励因为
条例55条有规定，讲爱辅导他成立嘛。那你现在辅导的措施是什么？诱因在哪里？这个东西应该要先提出来。第二个，你若无我公权力，拄啊讲消防无公权力，警察总是有嘛。公局、工务局的总是有嘛。像这一类的建筑，咱看今麦各管区拢开始足紧张的，开始拢去联合稽查。咱看联合稽查这个代志，其实效果真好。莫讲预售屋的迄个部分，咱嘛联合稽查，效果嘛出来。那有红单啊，什么一款即马咱来看这个，如果你用联合稽查，针对这些比较可能危险的这个建筑物，你就联合稽查，佮甲伊讲建筑法77条，这就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你若无造成危险这个代志，基本上地主就爱负责。那你看讲，较早东科火灾的时阵，发生烧40几点钟的时候，大家嘛讲咧苏贞昌馆长爱下台，结果一个查出来是你家己消防设施去破坏，产生叫做烟囱效应。那么这个部分的责任最终就是应该自己来负责。不要了所以政府应该去。第一就是讲萝卜跟棍子 ，OK， 萝卜给他诱因，那棍子就是爱甲伊宣导讲，这个责任啦发生的时阵，任何一个人拢爱负责。处罚啦吼，咱讲一个真近的，就是中流有一个8楼的公寓，拢无管委会，拢无运作，结果一个囡仔踮咧遐电梯歹去落落去死去，这个代志检察官呢起诉39户拢住户全部起诉。哇，39户拢带责任。所以这个规定就是伫倒，就是建筑法77条。这个本来就有规定了，所以大家爱了解。所以咱到吼，这爱家己的责任吼。过来就是讲政府应该宣示一个观念，就是公共安全袂当拍折。OK， 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回这个代志内底啦吼。有的这个所有权人早就无住来遮，有这个游民住入来，这款现象要安怎解决？是啊，所以讲起火点就是1楼嘛，1楼都无住，而且屋主废弃，是不是伊的责任？伊的厝伊无该维护好伊的安全，伊互别人去住，这个东西吼，咱讲徛户是有租的，咱就该咱就有租赁关系，若无是无权占有，尼无权占有这个代志，是不是你政府？虽然我们政府因为私权的关系，咱法律法不入家门，咱公务管理条例内底规定是种，你公共空间的。有相关公共危险，我再来介入。那如果你家要给谁用，其实是屋主的事情。OK， 对，屋主也要负法律责任。我觉得这个地方要把它理清。OK， 虽然咱嘛看到讲吼，真侪这个厝主吼，等甲厝内底伊门去用锁起来，哈，无当入去，但是伊必要的性的这个责任嘛是爱带着啦吼。另外，咱嘛来看到讲吼，头拄咱一直咧讨论这个管理委员会这个部分，这批人到底困难伫倒位啦吼？咱头拄讲到吼。施行第55条吼，你若是处理建筑执照的吼，这个公寓也是大楼吼，无成立吼管理组织，也是讲报备的吼，政府你爱辅导甲管理吼，但是咱看到吼，敢若53%啦吼，未辅导的还阁真济吼，占大多数吼。管委会这难处倒位吼，民众无愿意成立啦，尤其咱看到讲吼，这40栋内吼，内底产权遮尔复杂。有的人就讲哦，安尼就较准过吼，但是安尼准过这个情形之下，就是发生着这款的吼，这个部分吼，无人去管。另外，都无人愿意吼做这个管理委员吼，无互你薪水啦吼，需要负担这个义务啦吼，嘛有法律的风险。法律的风险就谈到咱这个吼理事长有讲过吼，这个总干事吼，伊都唔愿意签字啦吼。另外欠资金运作啦吼，你来看啦吼，咱看到讲台北市政府大楼吼，这个修缮补助吼，上悬嘛才20万尔吼，所以这个奖励这个机制无够明确的这个时阵，大家无愿意来去吼做一寡申请啦吼。后一步安怎做？政府直接介入去管理啦吼。头拄仔咱嘛讲到，若是无管理委员会吼，就是你是所有权人，你就要负连带这个责任啦吼。修法强制设立管理委员会，有的人嘛讲吼，这是真正咱讲。无法度遐尔啊吼，随来成效的这个部分吼，但是这件代志吼嘛是一定要来处理。另外，咱讲到吼，
栋大楼，已经变作是这个危险的这个大楼，到底要安怎拆，还是吼不爱拆咧？还是讲真正咱讲家修好势，啊有人嘛讲修好势比电器搁较贵，吼，先做来看。 大火造成46人死亡，大楼安怎来处理？市长陈其迈强调，以公共安全为优先的考虑，更加无排除强制来拆除。整栋大楼大概全面都断水断电哈，那申请水电的那个恢复，可能还有一定的程序啦。公共安全的这个部分作为最优先的一个考量，当然也不排除。 当地里长讲，若是要拆，爱考虑自我安置，还有赔偿问题，加上这产权复杂，恐惊爱协商真长的时间。 你要给他硬点家拆，要给人家一个合理的补偿嘛。另外，民生粉砖高雄好价日也分析，城中城的历史甲都市发展的记录，指出安全需要代价。亲像防火设施，还有夜水系统，拢要由住户来负担。不过，像城中城内底袂少住户拢是经济弱势人，根本无才调来负担。建议政府以老市区的精神，为老大楼介绍民间的资本修宪，还有法规改善这面向来思考。市府已经调设11人独立行政调查小组，会聘任建筑、消防、法律专业的户外学者加入，向三大面向来调查，完整来调查责任的归属，追究行政的责任，并且检讨现行的法令。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好多咱嘛有讲到吼，虽然咱要求讲这所有权人爱负所有这责任，但是咱嘛讲到吼，这一病吼，这几万啊，咱讲一户有的人讲吼60万都买得到了吼，所以有的人看到讲哇，这款的我这个经济负担我嘛无法做吼，赚到真侪钱，啊我虽然佫是咱讲经济这个弱势这个部分，但是咱头拄有看到讲，所有的这个夜水的这个设施也好，也是讲消防设施，那是由这个所有权人来去负担的话，因根本就是经济上有困难的人，政府安怎来协助咧？这个部分吼，我嘛有请教过社会局吼，伊讲现在伊这栋厝较复杂，就是设置一家的人无一定住伫遮，是啊，住伫遮的人并无设置一家，那你得讲这个钱到底应该爱对什么人来出来吼？嘿，拿出来。是。然后它这一栋建筑物有很多问题，是因为可能持有人他就是没有人继承，然后已经往生了。是。啊，伊捡起了后，后壁这厝就去用霸占去啊。所以这根本嘛不是这个人的，就是霸占的人的厝，可是霸占的人佫甲出租。哦啊，等于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乱的头绪啦。然后我也有问过那个中介公司吼，说伊这山中城的厝吼，常咧很怕呗。那因为他如果是没有地上，他就是只有地上权，他有分啦哈，有土地啊甲厝诶，大概可以卖到50万到70万。啊，你也敢拿地上权呢，敢拿厝呢，大概可以卖20万啦。那曾经有个笑话，就是伊拍卖这间厝的时阵，拍卖到的金额是10几万，就买到一间房子，大概10几20坪的房子。可是呢，他付给代拍公司的费用20万。哇！所以一拍到的伊的佣金啊，超过这个房子的价值啊。OK。那你也看这是俗家真正无人要订的物件。那他拍到10几万，然后他再转投资，大概2000块、3000块不等，就是租给一些比较弱势的人。有影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亲像这款的这个部分，咱看到讲老厝啦吼，啊要衰人，咱讲毋若是高雄遮的这个问题尔，其实全台湾拢有啦吼。咱看到讲这款的这个危险，也是讲老厝吼，真正是咱讲这个中价收入户因所大的这个所在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吼，高雄市即阵。咱看到讲吼，这个厝龄吼有到30档以上有56.4万户啦吼，另外是占咱讲高雄这个52%啦吼。啊，即阵有受理吼电器的是114件吼，啊已经核准的是101件啦吼。另外看到这个湘北市的这个部分受理的是744件，吼核准的是560件吼。啊，台北市这个厝龄有64.3吼，嘛是占71%啦吼，所以这个比例是真悬的。另外新北市的这个部分有448户核准，会当电器的是357件吼。另外伊的这个咱讲数字吼，这个厝龄
年以上的是77.7万吼，虽然伊的比例无遐悬，但是伊的这个总数是上悬的吼。因为咱讲吼，这个新北市遮吼是咱讲人口上济这个部分吼。另外，咱即阵嘛要先带观众朋友过来看讲吼，其实毋那是高雄、城中城，其实伫咧台北市、新北市吼，尤其咱即阵要带大家来看讲三重埔遮吼，嘛有亲像即款的这状况，但是伊是经过着翻新了后，有一个新的这个气象，先做伙来看。伫涂骹已经放真久的别动起啊，抑个有粪扫是顶甲满世界。电风顶悬的垃圾啊，嘛卡规沿高嘟嘟。电线乌白坎内底规个是烟烟火火。台北市三重埔伫个正义南北路隔界的自强混合大楼，人讲是三重29街。这栋大楼已经超过40年，内底是暗扫扫淡个湿，无张电抑个翕着鸟鼠。鸟7,000多块，啊，拄好厝税钱。咱谈甲鸟鼠偌济咧，变较好。看1.8平房间，租金一个月5000至7000。外口的厝主不爱说服人，对纳袂起贵松松厝租的独居老人，甲新庄人士来讲，这就是因会当夜风密雨的所在。安全啦，环境是无好啦。啊是无好啊。咱这里落啊哪好？想过要搬出去。无啦，外口厝租啊贵，无想要搬啦。外口租6、7千块起跳啦，租袂起。高雄城中城大楼的火灾，标出全台湾侪伙人住伫旧厝的危机。崔妈妈基金会捌调查，有9成的厝主无愿意甲厝说服老大人。三重29街的大楼就算发生过火灾，更紧嘛看现现。不过，这个住户长久以来也是住伫遮。这不是只有三重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因为老年人所有几乎都是单身，所以很多屋主也变成怕他的房子以后租给了他以后会变成凶宅。新北市要启动专案，甲6楼的违建、甲1楼、2楼，较会导火的柴房仔架经拆掉。不过，若是要完整伫咧大楼内底安消防设备，评估这个费用都要超过300万，而且佫需要3款人家己出钱。全台湾抑佫有偌济像这种济社会弱势族群伫咧大旧大楼咧。这个大楼毋但有消防的风险，安全问题更加是爱受到关注的。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头拄也看到吼，这是新北市三重埔这个部分吼，伊过去已经拆过一届哦，毋是干咱头拄也看，遐尔啊清气啦吼，伊甲这个咱讲茶的这个架板吼，先甲拆掉，但是消防设备也是无够啦吼。另外咱讲到吼，这个规个这个部分，台北市嘛有，新北市嘛有，全台湾拢有啦吼。啊，面对着这种，我已经翻新过，伊吼过无偌久，佫变小伊咱讲原来这个模样啦吼，嘛有这种现象，继续佫请教这个教授啦吼。政府毋是无要处理，但是处理起来拢是难度真悬吼。但是即阵咱一个大火啊，46条性命应该爱有伊的代价。所以看到这镜头我们会心里面有一点沉痛啊。但是弱势这个部分，属于是都主体法住宅法里面它有2个，一个是社会主体啊，甲一个这个帮助的补贴，帮助的补贴，这2个部分其实政府也是真拍拼咧做啦是。小英总统就讲，伊2任内底要做到20万户的社会主体，啊，你毋过弱势迄个部分，你只有是20万户嘛无够通大，因为第一租金可能拄啊，迄个一个学生伫讲伊遮无大，伊去到倒伊7、6、7千，伊嘛迄款的。伊即马社会主体这个租金嘛无讲介俗。是啊。所以我伫咧遮建议政府咱即马的弱势根据主体法的第4条规定，有13种的特殊身份、特殊身份。啊，特殊身份其实分做2种，第一种是经济弱势，真正是无钱。啊，另外一种叫做社会弱势，比如讲单亲啦，年龄较济岁啦，原住民啦，或者，但是单亲无代表伊一定是经济弱势。啊，比如讲年老的人，无一定讲伊一定爱做，无经济能力一定是歹。所以这个租金的水准应该要把它再做区隔，把它再做区隔，让真正的弱势的这个部分除了补贴之外还可以租到好的一个社会住宅。OK， 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要去努力啦。那再来就是今嘛真侪厝拢不爱租我们也建议，咱若真侪朋友有厝通租的，像会通去配合这个政府的包租代管，
政府甲你做，做来去互迄弱势医院。那伊有一个，甚至若讲伫咧内底有人年老去，也是讲安怎？这有一个迄个凶宅的迄个保险这个部分，起码政府让我去做，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是可以去做一些努力啦。是。有影啦吼，所以咧，咱是看到讲吼，针对着士大人，也是讲社会这个弱势的这个部分吼，真正有的人真正唔敢，也是讲无愿意啦吼，说服这这个吼士大人吼，因为听讲因可能这个咱讲这个税收啦吼，真正万不因若是登去，这就会变做是人较无介意的这个厝啦吼，所以这吼咱嘛有一寡这个机制当避免着一款的这个部分来产生。另外，咱嘛来讲着吼，这个主体这个部分啦吼，咱讲。因为这个大火，所以咱看到讲吼，伫咧处理爱安一个吼，这个警报器啦吼。但是我们看到讲吼，湘北市拢强制安，但是有诶吼也是无安吼。因为咱讲这个主体内底，就是你家己私有的这个财产权，这个部分消防设备啦吼，伊是一个警示的这个作用。但是有真侪人无要安，即阵若是强制落去，有完吼是违反着这个所有这个宪法，你安怎看咧？是。这个专注景气的部分吼，伫阮的高雄市吼，已经嘛实施介久，然后各个团体啊，像我们工会，还是有一些企业，还是一些户家，他们都会来捐赠助景器这个低收入还是较弱势的民众。那装置率的话，也是有达到一个比例啦哈。但是以城中城，伊这个是大楼的。构造来讲哈，它的等级是要做到整个自动警报系统。OK。因为其实咱这道的迄个火调的初步的迄个看咱火烧厝的迄个整个样貌哈，咱可能会当发现讲，它的火其实是1楼烧到6楼，是。它7楼以上才是真正的住宅哦，较有大人哦。是。可是火搞老了，为什么7楼以上死伤的人会这么多？是烟然后然后它它的6楼跟7楼其实正常是要有一个防火区划，门也好，楼梯也好，公德间也好，你只要无改封闭，无改区划好，那烟是整个往上窜。大家若还有印象，咱民国92年大喜事，泸州大喜事火灾的时阵，它的情形就很像我们这一次城中城。因为他们的住户在整个穿堂的部分，违规停了50几部的摩托车。OK。多摆内底就是油加这个易燃的塑胶嘛，那跟大喜事的状况一样。一修改了那一种浓烟，已经不是你一颗助警器还是一支灭火器可以去处理的了。它一定是要一个避难，赶快让这些人疏散下来。那较科学的是，伊所有的可以避难的管道间还是楼梯都是被破坏的，甚至有人把红灰门去卖变卖的。是。对，那但是其实，在我们这一种这么凄惨的案例里面也有一个是大家可喜的，就是在7楼的部分，有消防队去找到一个住民，他是在里面是平安健康的。OK。还因为他有把门关起来，是，然后在就是大火之中，他是决定躲在他自己的房子里面避难。但是先决条件是我们一定要去找到一个有完整隔间的房间，然后有门，一定要关门，那烟才不会顺着门进来。那之前主持人又问我说，可不可以躲在厕所里面？因为厕所我们现在以早期咱读册可能读国校的时候，大家拢讲，秘咧便所，还是用迄个湿毛巾赶快逃。其实后来很多专家学者他们在很多火场发现了很多很神奇的事。没有逃的人竟然都活下来了。是，所以咱讲这个消防还是讲这个部分这个意识还是做一寡这个改变的啦有影。另外，咱嘛看来讲这个复合式的大楼6都拢有安检的这个状况其实咱讲是全面爱好好来盘点另外，这个盘点以外啦咱嘛讲到有些这个大楼，咱讲都市更新，拢煞袂叮当但是咱看来讲，即阵咱有这个趴数这个部分有50%、75%、80%啦为着要推动，咱讲所有的危险的这大楼，也是讲都市更新无顺利的加强啦上尾咱请教教授啦这有啥物办法无？这都市更新这个部分咱即摆有2个法，叫做围绕
重建条例跟都市更新哈啊。围绕啊100%，即卖会当起的遐拢是产权清楚的，啊，过了3楼4楼的，所以遐起完即卖拄到即卖高楼层的，即卖这个部分的困难就重重。所以我是建议主管机关内政部这边吼，应该去再思考一下，因为像这个产权复杂啊，无迄个市场性的。啊，过来就是讲一寡拄啊讲有屋无地、有地无屋的，然后有地上权等等的这个部分吼，应该做分门别类。啊，所以院长你讲爱这个公办途径，其实公办途径若有迄个能量也可以啦。较早的斯文里整宅啊，南机场啊，或者是大成义包，拢也有咧做。啊，但是我感觉这个部分哦，真正爱面对这个问题的时阵，应该去考虑到因困难是伫倒位。OK。中间的资金是不是咱会使联络8大行库啊，什么因为的提供所谓的融资啊，取得第一顺位抵押权啊。比如讲，咱即马无一定所有的大楼拢爱重建，啊，但是咱的整建维护，咱的法规内底其实还是非常不足啊。整建的部分，咱然后一户不同意，伊就无法度。然后这个部分呢，我们在法规上面应该也要去松绑，松绑就是爱去修法啦。所以这个部分我感觉讲，咱第一来互伊诱因，啊，第二就是讲，咱即马法律不够的所在，咱应该爱去赶快进行启动这个修法的程序。感谢所有来宾，感谢多谢。